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0年11月初二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42篇，哈巴谷书第3章17节到19节，路加福音第19章11节到27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想甲法。保罗写批予伊的学生提摩太的批信，煞尾伊安尼讲着：至到我牺牲家己的时已经到啊！现在就是我离开世间的时阵，迄个值得的竞争的跑走，我已经跑过啊；应该跑的专程，我已经跑完啊。该守的信仰我已经守掉啊！对当以后有公义的冠冕咧等待我。迄个用公义施行审判的主，伫基督搁再来的日子，要赏赐予我的，不断赏赐予我，也赏赐予所有爱慕伊显现的人。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6节到第8节，保罗表明着伊的人生的目标，就是要得到上帝的奖赏，所以伊尽一生来追求，尽心尽力来服侍上帝。对伫保罗来讲，无服侍上帝就是亏欠上帝，就是得罪上帝。耶稣基督捌伫这个约翰福音15章提到着迄个葡萄树甲葡萄枝的关系。若毋是结连，就会去互人甲去掉；若未生果子，就会互人甲伊剪起来，然后去烧掉。若是结连，伫这个葡萄树顶悬，而且会通生出的葡萄济济时阵，安尼就是袂去剪掉。剪掉来讲，就是一个处罚。结实济济，就是得到祝福，得到保罗所咧讲的奖赏。但是先知哈巴谷书用另外一种的信命态度来看，伊讲，就算是无有果子成长的歹年冬，伊嘛要因为上帝，我的救主来喜乐。哈巴谷伊安尼讲，就算是无花果树无结子，葡萄树也无葡萄，就算是橄榄树无结橄榄，田地也无生产五谷，就算是羊群死了了，牛棚内底无有牛，我犹原要因为上主来欢喜，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快乐。只怪上主赏赐予我快乐，伊予我亲像鹿仔母共款，骹步真稳健。伊予我伫悬山顶悬安稳来行。非常明白的哈巴谷先知的态度，就敢若堪保罗共款。就算保罗伫感觉伊为着基督耶稣的福音来受难，伊犹原要为着主来活，因为主的救恩来喜乐。伊所伫意的，就是最落尾的日子会当来的时阵，上帝会对伊讲：好个忠心的仆人。到底什么款的人会通得到上帝的奖赏呢？什么款的人会得到上帝的处罚呢？路加福音第19章第11节到27节，耶稣基督的这个仆人甲金仔钱的这个譬如。
即个譬如甲迄个三个仆人领5000个、领2000个、甲领1000个即个仆人的譬如呢，是真类似啦吼。咱看见路加福音19章，耶稣基督所提到着的10个仆人，每一个人拢领一个金币。所无共款呢，是伫即个譬如中间，即个王呢非常明白来甲伊的仆人讲着因的呼召。伊讲我无伫的时阵，恁摕这的钱去做生意，看会当趁偌济。所以有真清楚的呼召，也有真清楚的责任甲目标。然后佫有仆人来讲阮无爱这个人做咱的王。但是呢，当主人倒转来的时阵，就叫仆人到伊的面头前，并且开始审核着因的工作。所以伫这个整个的譬如的中间，咧仪表着耶稣基督，因为伊叫仆人来到伊的面头前，这件代志，伊是互犹太人的故事中间的仆人所拒绝的。但是伫即个无被接纳的王，伊却是佫再度倒转来，这就是有表耶稣基督再临。伊调10个仆人来到伫伊的面头前，就是主讲伊要佫再倒转来审查仆人的工作效果，也是讲投资的结果。路加福音19章的记载安尼讲：头一个起来，主人啊，我用你的迄个金币趁10个金币。主人就甲伊讲：真好，你是一个好仆人。你既然伫小看代志顶悬通可靠，我就要来委派你管10座城。第二个也起来，甲主人讲：主人啊，我用你的钱，迄个金币趁5个金币。主人就对伊讲：你也要管5个城。佫有一个仆人来讲：主人啊，你的金币伫遮，我用手巾甲伊包起来，因为我一向惊你，因为你是一个真严厉的人。你无准看的所在也要来摕，无有灾情的所在你嘛要来收割。主人就对伊讲：你这个歹仆人啊，我要用你家己的话来定你的罪。既然你知影我是一个严厉的人，伫无的所在嘛要来摕收割无有灾情的。那呢？你为什么无甲我的钱存入去伫银行，互我通转来时阵连本带利来收倒转来呢？因为安尼，这个主人就对边的仆人来讲，将伊的金币摕倒转来，互迄个有10个金币的仆人。迄个人就对主人讲：主人啊，伊已经有10个金币啊。主人就讲：我甲恁讲，迄个已经有诶，嘛要互伊佫较济；迄个无诶，含伊所有诶，也要来夺走。你到要爱我做因诶王诶遐诶人，将因带来，伫我诶面头前来甲因杀掉。当然，基督徒所要追求诶，就是上帝遐来的奖赏，所追求的应该是上帝的接纳。一个好的仆人就应该伫服侍中间尽心尽力来听上帝，来听人，直到末日，直到甲主相见面。
耶稣基督嘛，甲咱讲，手扶着犁仔的人不配入上帝的国。即种后壁看的即个教示，应该是提醒咱着爱专心来向前，无有受着边啊，还是后面的影响，来专心服侍上帝。专心到底，也毋望上帝的审判中间赏赐咱伊的奖赏。诗篇142篇，我大声求叫上主，出大声恳求上主。我伫伊的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伫伊的面前讲出我的患难。我的心神失志，终要昏去。你知影我的路，伫我行的路，因暗中甲我设罗网。求你看我的正平，伫遐无人为我，我无所在通觅，嘛无人关心我。上主啊，我对你哀求，讲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要活地的时，你是我的一切。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求叫，因为我陷落到伫上悲惨的地步。求你救我脱离困逼我的人，因为因比我较强。求你救我脱离监牢，互我通称赞你的名。义人会围围伫我的身躯边，因为你用恩典对待我。求主帮助阮真心的服侍，成做上帝喙中好个忠心的仆人，将来得到上帝为着阮备办的冠冕甲奖赏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